大家好，我是迪哥，我现在来吓我女朋友，我要躲门背后吓她。我忘记我没有女朋友了。有。最近有很多网友留言，想要看我在夜店是怎么样把到妹的。今天我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忘记我老婆在后面。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柳晨。我发现很多女生穿 New Bra 的方式都是错误的哦。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穿 New Bra 哦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忘记我没有胸部了。有。哦，有兄弟加油球呢！这么好看的频道哦，我赶快先订阅起来。啊，对了，分享给我的朋友。我忘记我没有朋友。好久不见！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还好超无聊咯，的就这样哦。我跟你们讲一件事，我上班的地方有人确诊，啊？真的有人确诊，没错，我已经很久没好上班了，可怕哦，真的要小心一点。超恐怖的啊，没错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可是你有上班还不错，我整天人在待在家里面的那几个臭小子，他们停课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整天就只有煮饭、洗衣、打扫这3件事情在重复一直做。然后你的饭煮完了，我要出去补货，回来要全身消毒。他们在旁边一直吵，你连澡都不能洗，真的很烦，你知道？非常烦。那你比较烦，那你蛮烦的。你这是属于地方妈妈的心声吗？一直戴在手上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快得忧郁症，因为我把所有韩剧都追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追洋剧了。是哦，追洋剧，对我看你是想西洋剧吧？哎，没有啦，讲真的啊，你们3个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像我是每天想放假，我们老板不给休，每天一直要我们去上班，我们上班都战战兢兢的，怕的要死，太扯了因为很吧？怕哦，把病毒带回来传染给家人。所以说你们才是最幸福的。你那是蛮可怕的，那一定要上班，那没办法，那很对啊，讲到这个啊，那个我这边有件事要请大家帮忙啊。什么事？对讲啊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你在那边38。我现在租的这边啊，那个到期了啦，所以我要搬家啊。明天看大家有没有空可以帮我搬一下家。喂，是那个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收讯真的很差，我赶快去找别人帮忙。刚刚讲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这边收讯不好。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吗？我没有听到啊。我刚才有听到，好像迪哥好像需要人家帮忙，但是我听不清楚他要讲什么。要不然我的人我一定挺的，你们都知道我的人啊。对啊，一定的啊，对啊讲，真的哦，你们确定你们什么忙都一定帮吗？当然啦。你在讲什么啦？大家认识那么久了，你说那什么傻话？好啊，那你们也知道，我刚刚就讲，我真的都每天在家带小孩，对没有赚，没有收入，对啊。不情之请啊！你们有没有10万8万借一下，生活用的啦？哦，那有什么问题呀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谢啦，跟我一起。喂，Hello，这时候2个一起定格会太巧了。喂，Hello，你是北七啊啦，哈，当去洗洗啊。上班个底下讲定，没定格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讲好了，我等下账号传给你哦。我先去顾小孩哦，哈。拢你啦，有够衰，搁了10万啊！